啱呢個配對嘅模式，計算申請企業就有關活動繳付的核准開支總費用，或者10萬蚊港幣，以較低者為準。咁即係換言之，如果你呢個 project 係40萬嘅話，係啦，咁就最多可以同政府 claim 翻10萬蚊嘅。咁就係我哋再睇下嗰個申請嘅期限。嗱，最重要嘅我哋做網店嗰個啦，電子平台媒介幾時開始 claim 錢呢？就係喺電子平台媒介即係進行推廣活動嘅活動日結束之後，即係譬如話今個月啦，9月係咪？咁啊一個月嘅活動推廣咧就係9月1號到9月30號嘅。咁你通常咧就係10月1號啦，你就會收到 Google 啊或者係Facebook 啊嘅一張帳單。係啦，咁由嗰個叫做完結日啦，即係9月30號之後計60個 calendar day，係啦，就係你可以提交申請嘅期限嚟嘅，係啦，咁啊記住唔好 miss。